迪士尼40年嚟最大嘅失誤究竟係咩呢？如果近期去到問大家嘅話呢，好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係白雪公主啦，係咪？但係其實唔係，美國迪士尼佢哋40年嚟最大嘅失敗就係日本嘅迪士尼樂園並唔係佢哋擁有。冇錯，你冇聽錯，日本嘅迪士尼樂園係全世界所有迪士尼樂園裏面唯一一個並唔係由美國迪士尼公司擁有嘅迪士尼樂園嚟嘅。今日就同大家簡單去到講解一下呢，究竟係咩一回事？東京迪士尼樂園嘅背後呢，並唔係美國迪士尼公司，而係一間日本本土企業叫做 Oriental Land Company 嘅公司咧，去到擁有同埋持有嘅。OLC 呢間公司咧係由日本兩間咧本土非常之大嘅公司咧去到合作成立出嚟嘅。第一間就係呢個京成電鐵。京成電鐵咧成立於1912年，係一間咧以經營鐵路交通為主嘅間公司啊。佢哋嘅主要服務範圍咧包括由東京嘅東部去到千葉縣啦。千葉縣咧即係東京迪士尼樂園佢哋而家所在嘅位置。咁當中亦都包括咧，譬如由東京上野去到千葉縣嘅成田機場，中間一啲主要嘅交通網絡設施咧，咁亦都係屬於佢哋嘅。喺日本嘅1950至60年代咧，日本嘅鐵路公司面臨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就係佢哋沿線地區咧好多都係未開發啦，佢哋每一個車站嘅客流咧係完全係唔足夠嘅。咁啊為咗提升沿線土地嘅價值，增加嗰個客量，京成電鐵就開始去到思考，如果我哋喺其中一個地方，喺我哋嘅鐵路可以去到嘅其中一個地方興建一個大嘅主題樂園嘅話，咁應該可以吸引到好多嘅人流去到增加佢哋自己好多嘅收入嘅。當京成電鐵有咗呢一個嘅構思之後呢，頭先我哋咪話 OLC 呢間公司係由兩間日本本土嘅大企業去到合作成立出嚟噶嘛，而第二間公司就係日本非常之歷史悠久嘅一間地產公司三井不動產。嗱，三井不動產咧係日本歷史最悠久、實力最強嘅不動產公司之一啦，係三井集團佢哋其中一個嘅服務範圍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聽過嘅，佢哋都有銀行啦，有地產公司啦，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同三井集團係有關嘅。咁當時嘅三井不動產咧，咁啊專注商業設施啊、住宅開發啦、綜合地產項目啊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嘢。而非常之巧合地咧，當時喺千葉縣嘅蒲安地區，即係而家東京迪士尼樂園嘅所在嘅地點咧，當年嗰一笪地咧就係屬於三井不動產佢哋公司旗下嘅物業嚟嘅。咁當三井不動產都有呢一笪土地喺度，但係又未有實質嘅計劃佢哋點樣開發嘅時候，咁佢哋就同京成電鐵咧一拍即合，就打算喺嗰一度咧就開發一個大型獨特嘅一個綜合娛樂設施。咁最終咧就促成咗 Oriental Land Company OLC 呢間公司嘅合作同成立嘅。不過咧佢哋就唔係一開始咧就打算去到做迪士尼樂園嘅，而係做一個咧大型嘅綜合娛樂區嘅。佢哋嘅靈感咧其實最初係嚟自美國 New York 嘅一個叫 Coney Island 嘅地方，裏邊會有過山車啦，會有摩天輪啦，會有水上樂園啦，會有嘉年華嘅市集啦，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喺晒一個地方裏邊。喺20世紀初當年嘅美國嚟講咧，嗰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型、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娛樂區嚟嘅。而 OLC 佢哋最初嘅構思概念咧，亦都係想模仿Coney Island， 咁啊將成個模式搬去千葉縣蒲安市嗰度。佢哋甚至乎考慮過咧喺嗰個園區裏邊去到做一啲大浴場啦，譬如一啲嘅溫泉設施啊之類咧，佢哋都有考慮過喺裏邊做嘅。簡單啲嚟講，即係話佢哋打算喺日本千葉縣蒲安市呢個地方去到做一個日版嘅 Coney Island， 一個一日裏邊可以食嘢玩甚至乎瞓埋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喺佢哋繼續喺度發酵緊呢個計劃嘅時候咧，佢哋中間就意識到，如果佢哋由零開始去到做一個新嘅樂園出嚟嘅話，佢哋嗰個品牌嘅吸引力可能會唔足夠。咁而正因為咧1960年代美國嘅文化咧係大量咁樣輸出去日本，而當中其中一部分咧就係迪士尼一啲比較上出名嘅角色，譬如話米奇老鼠啊、唐老鴨啊、白雪公主啊之類嘅呢一啲嘅角色啊故事咧，輸出咗去日本之後，其實已經係即刻變到家傳戶曉咁滯噶啦。所以最終咧 OLC 佢哋決定咧唔做自己嘅新嘅品牌，唔做自己新嘅樂園，而係想做一個日本版嘅迪士尼樂園。於是咧 OLC 佢哋直接飛去美國，同美國當時嘅和路迪士尼公司咧去到直接傾呢一個嘅合作。但係呢一個傾合作咧係絕對唔順利嘅，因為當時嘅迪士尼公司咧係保持住一個非常之保守嘅態度，係唔打算亦都冇興趣喺亞洲做任何嘅迪士尼樂園。呢一個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嘅，因為1970年代嘅時候，美國嘅迪士尼公司其實佢哋本身自己亦都面臨緊好多嘅唔同嘅問題。首先第一樣就係1966年嘅時候咧，
咁啊，和路迪士尼嘅創辦人和路迪士尼咧，咁啊過咗身啦。和路迪士尼本人咧，除咗係公司嘅總裁之外，佢亦都係好多創作上邊嘅靈魂人物嚟嘅。所以當佢過咗身之後嗰幾年裏邊，迪士尼佢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嘅創作出嚟嘅故事啊，或者電影咧，嗰個口碑同埋嗰個票房咧，都唔係十分之理想嘅。咁同埋1971年嘅時候咧，迪士尼佢哋除咗喺加州自己本身嘅迪士尼樂園之外咧，佢哋亦都喺佛羅里達州嗰度咧開始咗佢哋自己第二個嘅迪士尼樂園，就係呢個 Disney World。相比起1955年開始咗嘅加州嘅迪士尼樂園咧，Disney World 係更加之大啦，更加之完整啦。咁啊，整體裏邊所有嘅配套啊、設施各方面咧係更加之完善嘅。咁但係同時間佢哋花費落去嘅資金咧亦都非常之龐大。根據資料顯示，當時佢哋投資落去興建呢一個佛羅里達州嘅 Disney World 所用到嘅資金咧，大概係5至6億美金左右。如果計翻通脹咧，即係等於大概而家嘅40幾億美金，係非常之龐大嘅資金嚟嘅。雖然佛羅里達州嘅 Disney World 咧開咗之後，佢哋嗰個營運情況啊，同埋佢哋嘅營收咧都係唔錯嘅。咁但係因為嗰個投資金額實在太過大，而佢哋回收翻嗰個投資金額嗰個速度咧就未如理想。所以當年嘅迪士尼公司咧，佢哋嗰個財務壓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喺呢個時候，日本有一間公司走嚟同佢哋去到傾合作，想喺亞洲、想喺日本度興建一個迪士尼第一個海外嘅迪士尼樂園呢。喺美國迪士尼公司眼中，佢哋係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大嘅一個冒險嚟嘅，同埋再加埋佢哋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嘅角色啊，自己嘅樂園喺亞洲一個完全文化唔同嘅地方，究竟會唔會成功呢？綜合以上幾點嘅原因呢，所以當時美國迪士尼公司佢哋對於喺亞洲喺日本開設一個海外第一個嘅迪士尼樂園呢，佢哋係保持住非常之保守嘅態度。喺呢一個嘅情況同背景底下咧，OLC 呢間公司佢哋係提出咗一個咧非常之好嘅建議。簡單解釋呢個建議就係咧，你出豉油就我出雞。美國迪士尼公司唔使俾任何嘅錢，唔需要動用到1毫子，所有嘅錢包括興建樂園嘅費用啦、營運費用、買地嘅費用。所有要使嘅支出全部由 OLC 呢間公司咧，佢哋一手包辦。美國迪士尼公司係1毫子都唔需要出，佢哋只需要提供角色嘅設計、角色版權嘅使用權，同埋喺適當時候咧提供一啲嘅顧問。而調翻轉頭 OLC 呢間公司咧，就每年都會俾呢啲嘅版權費去到俾翻美國迪士尼公司。同埋仲有就係，如果喺日本起咗呢個迪士尼樂園出嚟之後有錢賺嘅話咧，每年仲會分翻錢俾美國迪士尼公司添。換言之，即係話呢一個計劃同埋呢一個合作嘅建議咧，對於美國迪士尼嚟講係完全係零風險同埋高回報嘅一個合作計劃嚟嘅。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只要美國迪士尼岌頭批准佢哋 OK 嘅話咧，佢哋基本上就即係等於坐喺度等收錢。即係等於你行出街無啦啦有條友行埋嚟話我俾錢你使，你乜都唔使做啊，我俾錢你使啊！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事情，美國迪士尼公司咧係當然就冇拒絕到啦。咁啊結果1979年咧，美國迪士尼同埋 OLC 呢兩邊咧，佢哋係正式簽約合作，而東京迪士尼樂園呢個計劃咧，亦都正式啟動啦。これが夢の実物。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4月15日オープン。我哋片頭嘅時候咪話東京迪士尼樂園係全世界唯一一個迪士尼樂園呢，係美國迪士尼公司係完全冇持有任何嘅股份，因為東京迪士尼樂園同其他全世界嘅樂園唔同，佢哋係用一個咧品牌授權經營嘅模式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東京迪士尼樂園佢哋笪土地唔係屬於迪士尼公司，佢哋個營運權唔屬於迪士尼公司。日本迪士尼嘅持有嘅公司 OLC 咧，佢哋嘅股權裏面嘅股份亦都完全冇美國迪士尼公司份嘅。咁但係根據各項嘅資料去推測咧，東京迪士尼樂園佢哋包括門票收入啦，佢哋賣產品啊、賣手信啊、佢哋嘅餐飲服務啊之類嘅所有嘅收益咧，大概有5至8% 左右咧，係會俾翻一個叫做授權費，就俾翻去美國迪士尼公司嗰一邊嘅。所以點解頭先我話咧，你出豉油我出雞咧，就係咁解啦。
美國迪士尼公司係真可以摁腳坐喺度，乜嘢都唔使做，就等呢個全世界最受歡迎嘅東京迪士尼樂園，佢哋每年賺幾多錢，就會分翻一個 percentage 咧，就俾翻美國嗰一邊嘅。如果睇翻全世界所有嘅迪士尼嘅經營模式咧，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咁樣啦，咁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啦。香港嘅迪士尼樂園咧，有一半係香港政府持有，另外一半咧就係迪士尼公司持有，咁啊大家一齊合作去到營運嘅。咁啊上海迪士尼亦都係啦，咁啊大概有一半咧就係上海嘅一間公司持有，另外一半咧就係迪士尼公司持有嘅。而唯一一個迪士尼公司係完全冇股權，只係品牌授權經營，而 100% 係由另外一間公司去到持有嘅迪士尼樂園呢，就只有東京嘅迪士尼樂園嘅啫。而可能正正因為就係咁樣啊，日本嘅迪士尼樂園呢係一個非常之獨一無二，同其他地方嘅樂園呢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一個樂園嚟嘅。而其中一樣大家嚟東京迪士尼樂園去到旅行去到玩嘅時候，可能會見到一樣嘢就係佢裏邊絕大部分應該係話可以話係每一個機動遊戲每一個設施咧都係有一個贊助商喺度嘅。呢個大家相信排隊嘅時候都可能有見過啦，喺個入口嗰度見到佢嗰個機動遊戲個設施個名，跟住下邊會有一行好細嘅字寫住 Presented by 唔知邊間公司咁樣嘅。喺一個樂園裏邊咁多唔同嘅機動遊戲，咁多唔同嘅設施，每一樣都有一個贊助商喺度咧。呢一個做法咧，可以話係東京迪士尼咧比較算獨特嘅一樣嘢嚟嘅。而點解會有咁多嘅贊助商咧？因為只要佢哋每一個唔同嘅機動遊戲，每一個唔同嘅設施，佢哋有唔同嘅大嘅品牌、唔同大嘅公司去到做贊助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令到佢哋降低好多佢哋維修啦、佢哋營運上面嘅一啲嘅成本嘅。另外再加埋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嘅服務態度咧係真係一流嘅，你唔好理佢心底其實係咪鬧緊你，最緊要就係佢哋嘅表面，佢哋做到出嚟，佢哋嘅服務態度，佢哋嘅服務質素係真係世界上面最一流嘅。大家都可能見過喺東京迪士尼樂園裏面掃地嗰個員工啊，即係個掃地阿嬸啊，佢都分分鐘係一個咧能歌善舞，又會識畫畫又成咁樣嘅一個表演人員嚟嘅。所以每當你一去到東京迪士尼裏邊嘅時候，你都係會有一個賓至如歸非常之夢幻嘅一個體驗，非常之夢幻嘅一日啊可以過到。喺1980年佢哋開幕之後嘅10年時間裏邊，佢哋係有超過1億3千萬人次嘅訪客係去過東京迪士尼樂園，係1億3千萬人次喎。而喺佢哋1983年開幕之後嘅嗰1年時間裏邊，佢哋係為日本嘅經濟咧帶嚟嘅經濟效果係超過咗1.5兆日元。所以東京迪士尼樂園係一個幾咁成功嘅計劃咧，你就咁聽呢啲數字，你都可想而知啊。係啦，咁今日呢個咧就同大家簡單去到解釋一下美國迪士尼公司喺過去呢40年裏邊最大嘅失誤，其實唔係白雪公主呢一套戲，而係東京迪士尼樂園並唔係佢哋自己直接去到經營，而係將嗰個經營權賣咗俾日本嘅一間公司。所以經過咗呢一個失誤之後呢，喺東京迪士尼樂園之後，其他所有嘅迪士尼樂園呢，美國迪士尼公司都係自己會直接去到持股，去到直接經營嘅。就算唔係100% 都好，佢哋都一定係會有自己嘅經營權，係唔會再將佢哋嗰個樂園經營權呢就賣咗俾第二間公司嘅。咁到啊，咁啊今日呢個咧同大家簡單去到探討一下呢個美國迪士尼40年嚟最大嘅失誤嘅影片呢。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啊！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咁啊記得幫個 like 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嘅話咧，亦都喺下面留言度同我分享一下。咁我哋咧今日呢條片我哋到此為止，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係咁先，拜拜。